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呢，我買到好新鮮嘅九節蝦，要整翻個粉絲大蝦煲先。主要嘅材料有嗱，你睇下我呢個九節蝦真係手掌咁大隻啊！嗱，記得喎，如果你未煮呢，記得用清水浸住佢先。如果開始煮呢，我哋就將嗰啲蝦頭、蝦殼都搣晒出嚟，然後跟住喺蝦背呢劏一刀，將佢嘅腸呢挑埋出嚟。嗱，我今次咧特登留翻2隻攞嚟擺盤嘅，其他咧我哋清洗乾淨，就用廚房紙吸乾晒啲水分，然後跟住就燒熱油鑊，將啲蝦頭同埋蝦殼咧一齊爆香佢。喺呢個時間咧，我哋可以落半茶匙嘅鹽落去，俾個底味佢先。炒香晒呢啲嘅蝦殼之後，就可以加埋洋葱啦。呢度有1個嘅洋葱。至於切咩嘅形狀呢，都冇問題㗎。我哋最主要呢係想攞佢嘅甜味，跟住我哋就要加入埋茄膏啦。茄膏好重要㗎，因為呢俾佢嘅顏色呢可以靚啲。炒香之後，跟住呢我哋就可以加入2碗嘅熱水啦。加完熱水之後，跟住我哋就可以將佢冚蓋，煮佢大約15分鐘。喺呢個時間，我哋就用凍水浸軟啲粉絲，煮好咗啲蝦湯之後，就加入1茶匙嘅雞粉爭鮮。我哋將佢炒勻之後，就不起備用。至於啲粉絲浸軟咗之後，我哋就可以加老抽入去上色。喺呢個時間呢，上嘅粉絲嘅顏色呢係最好嘅，好過喺煮嘅時候上，咁就會比較均勻啦。跟住我哋就喺不黏鑊上面加入油，將大量嘅乾葱同埋蒜頭爆香佢。跟住喺旁邊呢，我哋就可以將九節蝦放入去，記得用大火啊，以免呢嗰啲蝦呢會變霉。我哋將佢兩邊都煎到轉晒色啦，大約8-9成熟啦。跟住我哋呢就可以將啲蝦先拎返上嚟，擺喺旁邊備用。跟住我哋再繼續炒香呢啲乾葱同埋蒜頭，就再將我哋正話已經上晒色嘅粉絲擺返落個煲裏面，然後跟住就加入蝦湯。蝦湯呢可以分幾次咁樣加入去，然後跟住呢我哋就將佢均勻咁樣撈勻之後，再加入2湯匙嘅蠔油。將佢完全撈勻之後，跟住最後再加多啲嘅蝦湯，然後跟住就將生嗰2隻嘅蝦呢砌靚佢，擺喺個煲嘅正中間，砌成一個心形。跟住將其他嘅蝦一齊擺埋落去，再焗5分鐘，咁就完成㗎啦。係咪好簡單呢？呢一個粉絲蝦煲呢，用蝦湯嚟煮真係好好味㗎，你一定都要試下。最重要，梗係幫我手分享俾多啲嘅朋友一齊追蹤我專頁啦！多謝你哋嘅支持，拜拜。